台湾有真侪旧大楼，定定会传出有歹路落来去结着人或者是车意外。监委调查了后，认定讲这旧大楼的检查甲维护欠缺明确的规范，嘛无规划后续的维修，所以对内政部提出纠正。大楼外口看棚铺，当咧做外壁修缮，因为住户发现外壁开始有歹路落来，烦恼会讲着人，所以进行维护。台湾的老厝济，加上地动未少，造成外壁歹路落来，将人讲着伤的代志定团。监委调查了后，认为有关老旧建筑外壁的检查维护欠明确规范，也欠后手维修的规划，所以纠正内政部。如果有违反这个规定后，那依据建筑法91条是可以处以30万以下的罚款，而且还可以限期改善，甚至如果没有改善，还可以连续处罚。掉下来石砖砸到人，通常我们这边会分民事跟刑事上的责任。法界真实认为，建物的所有权人也是管委会，无做好维护建物的构造安全，依据建筑法，将会当处30万罚金。那造成人员伤亡，也有民事甲刑事赔偿责任。可以发现说，你外面的瓷砖的状况是不是有一些露出的情形、这样的情形或者是变形的情形所以这个是最基本的住户自己的观察的一个方式了。专家认为，考量气候变迁、定有地动的因素，住户会当自行检查外壁态度，感受有碰撞等情形，先做好防范。政府也有补助老厝优惠的部分经省经费，那住户达成共识也会当申请。公视新闻采访报道。